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一次嚟到衝場啦。阿仙奴咧踢咗今季以嚟最災難級嘅一場表現啦，喺主場迎戰曼聯嘅時候，雖然可以先開紀錄，但係最終咧喺後防嘅連番甩漏之下咧，就結果就輸2-3。咁輸波就係今季嘅第3次啦，亦都同時有一啲紀錄噶。咁包括就係今季第一次主場輸波啦。第一次喺入波先之下咧贏唔到波，同埋咧超過2年以嚟咧第一次喺一場波咧係失咗3球嘅。咁喺呢度就要即係恭賀呢個曼聯啦，咁恭喜呢個曼聯球迷啦。真心嘅嚇，即係唔係任何即係酸啊嗰啲嘢嘅。我睇完場波咧，我真係真心覺得曼聯係絕對值得攞呢3分，而阿仙奴咧今日絕對係抵輸啊！我覺得即係1分都俾多佢嘅根本嚇。比賽有贏有輸嘅，即係我唔會話今場咁樣輸咗咧就話哇冇啦玩完啦咁，你始終聯賽而家都仲有4分優勢啊，係咪？雖然縮窄咗咁樣，咁但係今場我係嬲嘅嚇，即係好耐都冇呢一種咁嬲嘅感覺啊！要錯嘅地方咧係錯晒嘅嚇。冇諗過會錯嘅地方咧，都錯埋嘅。咁我就諗究竟即係幾日前贏國米贏得咁清脆嗰一場阿仙奴，嗰隊阿仙奴係咪留低咗喺意大利冇翻到嚟咧？咁樣嚇。之前你話輸俾利記、輸俾維拉，咁我會覺得少少唔好彩啦嚇。即係如果打和嗰場波都係合理嘅，但係今場我真係覺得咧。即係4個字啫嚇，不知所謂嚇。即係我容許我今日係比較 harsh 去對阿仙奴呢隊波啦咁有睇呢場波嘅，無論你亞迷又好、曼聯迷又好，或者其他球迷咧，都歡迎你入嚟睇下你講下對呢一場波一啲嘅睇法啊咁樣啊，即係或者亞迷入嚟係哭下波桑啦，大家一齊啊！先睇下兩隊嘅出場陣容先啦。阿仙奴同喺歐聯贏國米嗰場咧就4個調動嘅。周中入2球嘅耶穌仔咧，超過1年以嚟首次咧喺英超正選。另外懷斯同埋奧隊咧就翻去呢個中場嘅正選位置啦。傷愈嘅恩卡比亞打翻個左閘，添巴咧就唔使再做替工啦，可以移翻去右閘啦。曼聯咧就同上一場上星期好醒神贏曼城嗰場咧11個都係咧。係一模一樣嘅。安保姆咧繼續咧係受到卡域克嘅重用啊，打呢個9號位嘅正箭頭。開賽嘅時候感受到嗰個大戰氣氛都好濃烈啦。早段嘅時候咧比較多係中場爭奪嘅，阿仙奴嘅控球比較多少少啦。而曼聯咧開初其實都唔係踢得好順噶，佢哋有時就都想策動下一啲嘅反擊啦，但係都喺中間斷纜。頭嗰10零分鐘有一個數字啊，就係嗰個 final third 嗰個傳送咧，阿仙奴咧一度咧係拉開到22-0噶。大家可以即係理解得到究竟開場嘅時候阿仙奴即係嗰個嘅戰況其實都係幾好嘅。托沙喺左路係比較活躍啦，佢同恩卡比亞靠左嘅懷斯比較多啲配合啦。有時亦都墮後翻去中場引對方嘅守衛出嚟，試圖咧即係咁樣咧去拉空啲空位咧，就俾隊友上前嘅。而右路嘅薩卡咧就有少少單打獨鬥啦。添巴同埋奧隊咧頭段嘅時候咧都比較少同佢做一啲有策應啊。反而咧沙利巴有時咧仲喺進攻路線嘅右路咧係右邊咧係出現得比較多添。去到18分鐘啦，阿仙奴攞到第一個即係有威脅。即係都幾有威脅嘅埋門啦。當時懷斯咧喺右路斬個罰球入禁區，蘇比文迪咧喺小禁區邊升高一頂，門將拉文斯咧就反應咧勁快，托出咗呢一個嘅底線嘅。呢一個攻門咧射中籠嘅攻門係18分鐘啊！大家記住呢一個數字先。18分鐘，一陣話俾大家聽究竟即係點解要大家記住呢樣嘢啦。呢段時間其實阿仙奴個逼搶係做得唔錯嘅，不時咧都喺中場可以逼甩到曼聯嘅波啦，亦都咧不斷製造到啲壓力咧係俾咧對方嘅防線。終於咧去到29分鐘嘅時候咧就可以打破到缺口啦。當時咧恩卡比亞喺左路啦，大腳傳個波入禁區啦，曼聯嘅多古咧就即係解唔到圍，頂高咗個波。右邊嘅薩卡咧好靚咁黐呢個波，喺2個人嘅夾擊之下咧，揾到條人罅，挑個波去中間啦，俾冇人睇住嘅奧隊起腳，
窩隊咧就即係都唔等個波落地啦，咁啊窩里即係嚼埋去啦，咁但係食得唔係好硬，塌塌地嘅，咁啊個波片咗去中間，咁喺中間嘅利辛度馬天尼斯啦，同埋添巴啦，喺拉扯之下咧，結果咧個波咧就彈中咗咧馬天尼斯隻後腳嘅，應該係見到嚇改變方向咧就入網嘅，咁啊阿仙奴咁啊又憑呢個烏龍波咧係去即係領前啦咁樣。好啦，嗱廿九分鐘，阿仙奴喺呢一場波有較好表現嘅時間咧，亦都可以話咧到此為止啦。主場領先一球，咁你原本其實形勢好好啦，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咧入咗呢球波之後咧，班阿仙奴球員咧係有啲鬆散啊嚇，即係有冇咗嗰種集中啊同埋肉緊啊咁樣，而個勢咧亦都由29分鐘入咗呢一球波開始咧，慢慢咧扭向即係曼聯嗰一邊啊。曼聯喺落後之下咧，成隊波即刻咧壓得好前啊！嚇，即係比之前前咗好多，亦都有好幾次咧可以咧殺到入去阿仙奴嘅射程範圍。而呢個時候，亦都見到阿仙奴條防線咧，唔知點解嚇，突然間有啲位咧好失魂㗎嚇。有一下咧，沙利巴係甩碌㗎嚇，佢喺中路咧真係淡定得滯啦，有個波留喺後邊啊，點知原來咧後面咧係有班奴費南迪斯嘅衝緊上嚟㗎，咁結果就班費攞到個波啦，咁啊跟住推入禁區一趟啦，咁啊睇怕都輸得㗎啦，咁啊但係最後咧喺回得切身嘅沙利巴力壓之下咧，個波咧就射咗出街咁樣嚇。呢球有啲大難不死嘅，咁但係咧轉個頭咧，再嚟到個更加災難嘅犯錯咧，結果咧就送咗個大禮咧俾曼聯啦。當時係37分鐘啦，咁啊沙利巴喺後場傳俾蘇比文迪啦，蘇比文迪咧第一時間回後啊，點知呢個波咧完全軟弱無力咧，就彈咗去俾企喺中路嘅安保姆啊，哇咁啊安保姆就即係唔該都冇聲啦，咁啊帶入禁區扭過埋門將 Raya 咁啊射入空門。Raya 盡做㗎啦，咁啊睇慢鏡其實佢都掂到個波皮嘅最後，咁但係都冇辦法阻止個波咧係入網啦。嗱呢一球就點都係要怪蘇比文迪㗎啦，即係你睇翻佢係一個腦筋上嘅犯錯啦。嗱佢呢球波就係呢中間沙利巴彈翻俾佢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好多選擇㗎，即係佢係未必需要第一時間去甩個波嘅嚇。即係如果你睇翻佢嗰個傳球路線咧，應該似係彈翻俾 Raya 嘅相，咁但係你其實都見到安保姆喺中間啦，亦都其實你嘅視線係冇任何受阻啦。咁其實你都可以選擇就係你攞定咯嚇，右邊仲有個添巴喺呢個呢個 cap 呢個 freeze 畫面嘅右下方呢個位。咁其實你大把時間，所以我都唔係好知究竟佢嗰一下係自視過高啊，定係想俾一個即係比較冒險嘅波咧？咁結果就冒呢個險咧，咁就出事啦咁。咁主隊喺領先之後沙利巴同埋蘇比呢兩個犯錯，咁一個救到，一個就救唔到啦。咁結果咧，兩隊半場咧就咁踢成咗1-1。上半場其實阿仙奴表面上都係較多時間控制住個形勢嘅，咁但係後防就係唔知點解啦，呢幾下就有啲無厘頭嘅失魂啦。今季都比較少見到阿仙奴咧，嗱一兩次咁樣嗰啲所謂派交係有嘅，但係其實喺上半場最尾嗰10零分鐘咧，你係感覺到就係阿仙奴條防線係一次又一次嚇，每一次都係少少錯誤，少少錯誤，未至於每一次都係即係足以致命嘅，咁但係就係搞下搞下就唔知點解就變咗就蘇比文迪一個咁災難級嘅一個即係派膠咁出現咯嚇。咁其實你主場你俾人追和啫，咁點解你成隊波都即刻係好緊張咧嚇？特別即係俾人追成1-1之後咧，係好緊張嘅嚇，唔知點解嘅。即係你上半場其實如果曼聯把握力好啲嘅話咧，你入到2球甚至3球咧，即係都仲有可能嘅咁樣。咁所以你話你咁樣俾人追和咧，我覺得阿仙奴係唔抵嘅。咁但係另一方面睇，咁可能有少少運啦嚇，咁啊唔使即係再輸多1-2粒咁樣嚇。半場出翻嚟，咁諗住你喺更衣室嗰10零分鐘，你可以重整旗鼓啦。咁啊點知出到嚟頭嗰幾分鐘咧，個勢依然喺曼聯嗰一邊嘅。咁啊結果咧換邊僅咧5分鐘嘅陰功，即係5分鐘咧就已經咧即係阿仙奴咧就要再失波啦。咁當時多古啦喺左路一直帶到去中間啦，就同阿班費咧就打幾下嘅 1-2 啦。中間幾個紅衫都已經接唔到個波啦，跟住就俾多古咧帶到峨眉月頂，咁啊左腳一拉咁啊扯個掛網波，結果咧就中眉底去入嘅。嗱呢一球即係阿仙奴嘅防守都係可以有問題嚇，呢好似熄晒機咁樣嘅中路嗰度。嗱之前即係蘇比文迪同埋懷斯咧已經俾多古同埋班費即係扭到頭暈㗎啦咁樣嚇，即係埋去拍嗰陣時唔夠硬淨啦。然後跟住即係蘇比文迪追唔到個波啦，
追唔到個波，然後就舉手投訴 handball 咁樣。即係我係最唔中意，即係職業球員去做呢一樣嘢。可能我因為我唔，所以我做唔到職業球員咯。可能就係咁咯嚇。你舉咩手啫？你一係就追啦嚇。即係你舉手係一個點啊？即係到時點啊？到時如果真係個波入咗，或者有啲咩差池，就係你舉咗手就可以去做一個免責咩？係咪？即係我最唔中意就係球員係呢一種動作。當然可能就係職業球員可能慣咗，即係佢哋慣咗就冇我哋呢啲咁離地三萬丈，即係去睇呢樣嘢。whatever 啦咁樣嚇，然後兩個中堅咧，可能嗰一下咧，你話佢個企位上又唔係算太差嘅，即係當然你可以話沙利巴呢個位就咁睇佢係鬥得厚咗少少啦，咁但係其實咁你諗住前面啲隊友可以去截到嘛，咁但係原來係截唔到嘅，咁變咗兩個中堅咧，突然間嗰一刻就喂，原來你截唔到㗎，但係你嚟得反應嘅時候，阿多古已經到啦喎咁樣，咁結果最後就係只能夠沙利巴。叫做一啲即係叫做盡做啦，嘗試遮線啦，但係根本射嗰條路線都唔係嗰條路線。加比爾根本完全亦都離行離辣，根本拍唔到咁樣。最後結果係得喺後邊即係呢個托沙嘗試埋去飆埋去，但係都已經即係鞭長莫及啦咁樣。下半場開波到失波呢5分鐘咧，我都係4個字形容呢隊阿仙奴嘅啫，不知所謂，完全都唔知佢哋喺度即係做緊啲咩咁樣。去到50幾分鐘咁啊，勢色唔對啦，你輸緊波，你要贏噶嘛嚇，即係你喺聯賽，你就算呢場和你都係好唔掂噶嘛，一次過換4個啦嚇，賓偉治、美連奴、艾斯、約基尼斯，咁就換入替咗呢個恩卡比亞啦、奧隊啦、耶穌仔同埋咧加盟以來踢得最差呢一場都應該係無可爭議嘅呢個蘇比文迪啦。咁就變咗咁樣擺法咧，就賓偉治去翻右邊啦，咁啊添巴就移去左邊啦，咁啊 Declan Rice 就稍稍拉後啦，咁然後艾斯同美連奴咧就做個雙攻中，咁呢個其實換人咧主要其中一個目的都我相信係提升翻成隊波嗰個身高啦嚇，希望喺最後嗰30零分鐘嘅時候嚇，即係如果有一啲高空轟炸嘅時候可以佔到便宜，咁但係人哋有個麥加亞喺度嘛，人哋打翻4後衞嘅時候就已經好唔同啦咁樣，咁而喺因應呢個調動咧，曼聯其實喺60分鐘開始咧開始縮翻後噶啦，開始打個 mid block 噶啦嚇。咁阿仙奴面對一個咁嚴密嘅防守咧，你中間打唔穿，你嘗試側邊吊高波又係冇用，薩卡仔喺右邊又係冇晒辦法嘅咁樣嚇。咁點咧？一個人對住蘇爾對住班費都係好難去突破得到嘅。左邊嘅托沙去到下半場其實更加個存在感咧係低咗好多，即係同上半場係爭得好遠。嗱，考下大家記性啊，記唔記得頭先我講過咧？上半場咧，蘇比文迪有一球頭槌啊，係幾時㗎？18分鐘。阿仙奴由嗰一刻開始，一直去到70分鐘咧，都係冇一腳波係中籠嘅嚇，即係50幾分鐘裏邊係冇一腳波係中籠㗎。29分鐘嗰球係烏龍嚟嘅，所以唔計嘅。咁究竟呢50幾分鐘即係發生緊咩事咧？咁樣嚇。當然亞迷又會講啦，即係呢一球啦嚇，即係禁區內嘅手球啦。美連奴喺禁區邊起腳咁啊，鋒位嘅麥加亞跌咗落地，咁然後就好明顯㗎啦，肯定啊右手掌啊，即係都唔係嗰啲好叫做好模糊嘅位置，手掌嗰個位真係拍到個波。咁但係 VAR 話冇事喎咁樣啦，當下我都唔明嘅咁樣。咁後嚟揾翻一啲人講翻球例上就係話咧。即係我都唔知改咗幾多次N 咁多次嘅，我唔知呢個幾時改嘅。佢話如果咧防守球員咧，佢係一個自然跌落地嘅動作嘅時候，佢係用隻手去嘗試支撐佢身體嘅時候咧，就算佢隻手打掂到個波咧，都可以不構成12碼嘅嚇。而家我先明啦，咁即係大家睇翻啲片啦嚇，我而家就淨係即係俾個 freeze 嘅畫面俾大家啦嚇。咁麥加亞當時係個人係跌緊落地嘅，咁啊隻手係接近個地下嘅，咁啊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咁所以球證冇俾咧？咁啊都可能係幾大原因嘅。咁啊呢個如果大家即係唔明嘅，咁啊呢個衝場可以提供一個資料俾大家參考，咁大家都可以去翻呢個 IFAB 嗰個網啊，去或者揾翻個答案啦。講翻啦，即係換人之後咧，其實嗰20零分鐘咧係冇乜 impact 嘅，對於成隊波嚇。你阿仙奴有控球有埋門，但係冇一啲近磅，你完全唔覺得就係喂就嚟入啦就嚟入啦咁樣嚇。即係最近嗰下就係有個角球攻勢咯，就係薩卡仔喺右路射個地波，咁啊結果咧就俾門將咧即係拉文斯去救出咗嘅。咁不過阿仙奴呢場都真係有少少運嘅，咁啊隨後嗰個角球咧又炮製到入球啦。咁啊雖然就唔係好清脆，但係咧
都喺混戰之中咧，俾呢個美連奴咧就一嘢就將個波呢就掃咗入網。咁啊，曼聯球員都係過晒白界之後咧，先至將個波踢翻出嚟嘅。84分鐘，阿仙奴喺呢個咁艱苦嘅情況之下咧，追成平手。咁啊，嗰一下我都 FF 咁諗啊，哇！真係咪連個天都幫到咁出面啊？踢到咁都唔使輸，甚至乎可唔可以靠呢一下最後嗰即係10分8分鐘，靠呢個主場嘅氣勢谷埋呢段最後贏埋咧咁樣嚇咁。不過呢個世界都係今日係有公平嘅嚇，今日係有公義嘅，因為阿迷呢一個夢咧發咗3分鐘唔夠咧就醒咗啦咁樣嚇，因為後備上陣嘅古亞咧，離門25碼喺冇人 mark 之後，記住係冇人 mark 之下射個半腰波喺龍門嘅左下角入網，咁啊 Raya 今次咧飛到盡咧，連個波皮咧都係掂唔到啦咁。當然即係古亞呢一球係射得靚嘅，咁但係又要講翻阿仙奴班球員其實做緊啲咩咧嚇？即係中間係其實37號呢個明路啦，咁呢個古亞喺呢一度啦，就係咁樣又係咁樣彈嚟彈去咯嚇，咁呢一個位嘅時候，你會見到沙利巴同埋加比爾稍稍鬥深咗嘅，咁又唔算太深嘅咁樣啦嚇，咁樣咁但係你睇到嗱下一個位啦，去到下一個位俾大家睇下下一個位嘅時候，去到呢度嚇，你見到就係哇已經古亞喺前邊咧6、7、6碼差唔多，唔止啊！呢度2條陰陽界成10碼咧，佢前邊係冇人嘅。我諗古亞都話：哇，有冇啲咁筍嘅嘢啊？我咪發緊夢啊咁樣嚇。咁然後跟住冇人拍咯，後邊即係阿 Rice 追唔到啦，根本嚇。咁然後就俾佢好輕鬆咁樣咁去射啦嚇，即係呢啲好似你平時練波咁樣啊，即係有晒助跑喺中間，亦都即係冇人去攔你咁樣射，哇！即係呢啲即係入唔到嘅話，即係我諗估下今晚都瞓唔着啦咁樣嚇咁，所以咪就係咯，結果就係幾分鐘之後追和變落後，咁其實呢個係好傷好傷嚇，即係就算你最後有7分鐘嘅補時。其實阿仙奴都係無以為繼嘅啦嚇，咁啊現場加埋球迷，如果有睇有現場去嘅，可能更加知啦。喺睇緊波嘅都聽到啊，即係現場球迷嗰啲喝倒彩聲啊，即係對於阿仙奴今日嗰場嘅不滿咧，係即係推到去極點啊嚇，即係亦都好似預計到就係話，喂呢場全失3分都係注定啦嚇，你最後嗰啲嘅時間你都係捱埋去嘅啫咁。咁最後結果比數就係曼聯贏3-2，咁啊卡域克相隔咗都有幾年啦嚇，歷嚟2次帶曼聯對阿仙奴都係贏呢個比數啊。阿仙奴亦都係自2023年12月對盧頓以嚟咧，相隔咗121場波，咁啊再度咧喺一場波裏邊咧失咗3球，咁亦都係連續第3場英超失分啊！今個月啊或者係今年以嚟啦，喺英超咧暫時咧只係贏咗1場波啫。數據今場我覺得好值得去睇啊！首先睇下呢個 momentum chart 啦，黃色嗰啲阿仙奴，哇！如果你冇睇場波咧，你就會覺得哇，阿仙奴真係佔盡形勢，哇！即係撳住對方嚟打，但係最後就唔好彩就輸波咁樣嚇，咁實際係咪咁咧？即係有睇場波嘅亞迷，即係大家心裏有數啦咁樣。跟住落嚟睇下控球指數，阿仙奴5/6啦，嚇，即係唔算話好多啦，咁但係都多過對手啦，10幾個百分點啦。禁區掂波次數28-9啊，咁但係冇乜關係嘅，人哋3球裏邊有2球都係禁區外嘅入波。睇埋嗰個 expected goal 啦，阿仙奴1.2，嗱1.2嘅 expected goal 你入到2球咧，你都執翻身彩噶啦。但係你睇下曼聯嗰邊係0.73啊，一球都冇啊，然後入到3球啊，人哋射3球中籠就入你3球，咁代表咩咧？咪就係人哋喺一個表面形勢唔算好好之下，跟住用個效率。就去贏到你咯嚇，就係咁簡單咯。即係其他嗰啲數據咧，即係我都唔睇啦咁樣。嬲唔係因為輸波，即係睇咗咁多年波，睇咗阿仙奴25年嚇，即係有咩未輸過啫？2-8都輸過啦，係咪？而係嗰種輸嘅方式啊嚇，你輸俾利物浦、輸俾維拉嗰2場都係踢得唔好噶啦。但係我會覺得去到最後咁樣輸，即係輸球世界波，跟住就維拉嗰場就補時最後1秒嚇混戰當中失手，咁我覺得係唔好踢得。但係我就覺得係爭啲啲咯嚇，即係唔算太遠咯。如果嗰2場波係打和咧，我都覺得係都合理嘅咁樣。但係呢一場波，我就係話頭先講過，由29分鐘入咗嗰球波開始，即係領先開始，跟住連埋補時嗰剩低個差唔多70分鐘咧，
即係我唔知落場嗰班阿仙奴球員，我唔知道亞迪達其實諗緊啲乜嘢。你領先之下係更加係顯出你嗰種緊張、嗰種嘅慌失失、嗰種嘅唔集中、嗰種嘅怯場，哇！完全係即係頭先嘅形容詞就係形容晒阿仙奴喺 lead 住1-0之後嗰個狀態咯咁樣。咁當然你輸壞咗1-1嗰一球唔緊要嘅，你嗰場對般尼茅夫都係加比爾咁樣去派交啦。咁但係好快調整得到啦。咁你上半場尾段失波係有啲傷嘅，咁但係亦都係同一時間就係、咁我可以好快有得調整啦。我入到更衣室嗰15分鐘，應該亞迪達係可以做到啲嘢㗎。下半場出嚟，你睇下你揀邊種 approach 咯。你一係撳住對手，你嗱嗱臨睇下可唔可以入翻一球。阿仙奴今季勁㗎嘛，下半場頭嗰15分鐘係全英超入波最多㗎嘛。或者你保守少少，睇定啲先，你守好啲先。即係上半場就係好多甩漏，你守好啲先。後備有咁多選擇。我攻唔入嘅，我咪到時換2個、換3個出嚟咯嚇。咁點知出嚟頭嗰5分鐘，你係不知所謂到我唔知點樣形容嘅。你可以喺中路俾阿多古同埋阿般費咁樣彈波子嘅，去到2-2係啦，哇！以為你攞冠軍真係有呢啲運啦，哇！你轉個頭，你直情係請埋古亞去射㗎，喂唔該你射啦咁樣，即係成個空位俾佢，你即係方圓10碼，佢前面10碼係冇人去睇佢嘅。咁你班球員個心，我唔知諗緊啲乜咯。除咗你嗰一下就係失魂，你唔知魂遊太虛之外，我都唔知你係即係究竟發生緊咩事。下半場幾個調動，我覺得你嗰時輸波嚇，好 desperate 地，你需要你入2球喎，你要咁你一次過換4個人，我覺得冇問題。OK，你輸緊，你換入嚟，你變踢法咯。結果係點咧？我唔覺得佢呢4個調動，一次過4個調動，對個戰局有任何質嘅改變嚇。賓位置嚇，我唔覺得佢係後備入場啦。我覺得佢係去到尾段嘅時候咧，甚至乎佢啲體能啊，佢啲硬淨係唔夠人哋曼聯踢咗90分鐘嗰個蘇爾嘅。我覺得係啊，係咁啊嚇。約基利斯嚇，你唔好話我要鬧自己球員，我都唔想太 harsh。但係由8月到而家，我就係心諗，其實你有幾多場係令我哋覺得你去值呢一個價錢，你係去值啊？過去2季102場波入咗97球，或者我背到啦，即係佢喺士砵亭嗰個入球數目。即係你今日落場連補時近40分鐘，你喺禁區掂波嘅次數，我睇翻有啲嘅網站數據係幾多啊？1次嚇。你前鋒喎，你9號位喎，你同我講你喺禁區裏邊掂波次數1次，嗱呢個當然係關教練團隊事，係關其他球員嘅配合事。咁亦都即係話，而家5個幾月啦，已經超過，你仲未揾到一套有效嘅戰術去安頓好呢一位當日你好似好辛苦地去搶咗翻嚟嘅呢一個球員。跟住艾斯嚇，又係即係58分鐘入替嗰4個之一。11月尾對北倫敦打比對熱刺嗰場連中3元，哇！你諗住哇咁得啦，佢已經真係適應到阿仙奴嘅踢法啦咁樣，以為一切都係向好嗰邊行啦咁。結果當奧隊復出之後咧，佢就長坐冷板，然後連續好幾場咧，亞迪達連1秒鐘俾佢落場踩下草嘅機會都冇，然後到今日又經歷咗失望嘅一場嚇。第3球即係大家可以，我可以俾翻大家去睇下咁樣。艾斯喺呢一度，艾斯喺呢一度啦，俾翻一個早幾秒鐘嗰個嚇喺呢一度嚇，佢係喺明路嘅後邊。即係大家如果睇翻啲片咧，你可以睇到就係佢嗰個嘅嗰啲肢體動作咧，你去望，你隔住個 mon 你都望得到。哇，懶懶閒嘅，你急佢唔急㗎，即係你冇意識去逼㗎咁樣。咁呢個係咩問題咧？話嗱，我馬後炮或者我咁樣講啦嚇，即係可能對佢有啲唔 fair 啦。但係我會覺得，如果呢個係奧迪哥特嘅時候，我覺得佢起碼會埋去逼咯嚇，即係明知你喺後邊，你都你睇下可唔可以後發先至啦，或者你幫到手啦，咁樣可唔可以？你最後嗰幾分鐘啱啱咁樣攀平嘅時候，就係最容易會係再失波噶啦咁樣。咁但係佢係懶懶閒噶嚇，去到跟住後尾嘅時候，你會見到佢，根本都係咁易啦嚇，即係大家一齊跑，咁我咪跑咯，即係緩步跑咁樣咁。咁而家問個問題就係教練團隊究竟你點樣去揾翻喺即係北倫敦打比嗰個艾斯翻嚟咧？當初其實你就係少少啦嚇，你係因為當時阿 Kai 傷咗，然後你又想借機又係扇熱刺一鑊，扇你熱刺一鑊，咁你6000幾萬買佢翻嚟，呢一刻佢同約基利斯都係同預期係爭得好遠。你有咁多後備兵員人數係冇用啊！
你徒有人數上嗰個優勢，徒有嗰個身價上嘅優勢，但係你有呢啲好球員，但你用唔到嘅時候，你今日你五個換晒出去㗎，咁你除咗美連奴喺混戰之中可以把握到嘅機會之外，你其餘四個實質你幫到球隊有幾多咧？咁樣嚇，即係仲有一個奇怪嘅就係、今日你擺馬天仔喺後備得 OK 冇問題，但係你覺得托沙今季 fit 啊嘛？咁但係你最後嗰五個換人名額，你竟然係冇呢個馬天仔嘅喎。嗱，我 check 翻一次，係咪馬天仔？係啊，馬天仔喺度啊，喺度噶，我冇記錯啊嚇，即係我都即刻睇一睇先，就下一下陣。係啦，即係薩卡右路係好死嘅，基本上今日嚇，即係人哋係守得好好嘅，蘇爾係守得好好嘅。咁點解你覺得一個技術更加粗糙嘅馬杜亞基落嚟，佢打右邊嘅時候，喺冇乜支援之下，喺一個後備入替，但係你覺得佢嘅體能好似踢咗90分鐘嘅賓位治嘅裏邊，你覺得佢可以好過薩卡咧？嚇、即係馬天仔對國米嗰場已經冇正選㗎啦，佢係對臨尾差唔多80分鐘先換入嚟嘅啫。咁除非嗱佢有傷啊，除非佢有傷，我唔知啊。咁點解你唔早啲放佢入嚟咧？或者你早啲放馬杜亞基入嚟咯？你做乜嘢啫？咁樣嚇，即係個問題就係、即係當然而家我就係根據翻最後個戰果，我去質疑一啲調動啦，全部都係馬後炮嚟嘅。我哋呢啲都係鍵盤戰士去紙上談兵嘅啫。嗱，若果今日最後黃波甚至反勝嘅話，咁我梗係唔係咁講噶啦，我點會贏波仲喺度鬧嘅啫？咁而家問題就係、我呢啲唔識波嘅，我都睇到就係話，當你一次過換晒四個人嘅時候，你係對成個戰局係冇任何一個質嘅轉變啊嘛。咁除咗係美連奴嗰球波入咗，你俾翻多少少 credit 佢嘅時候，咁呢個係咩問題咧？究竟係教練嘅問題，佢係俾錯指示球員啦，定係佢俾咗指示球員而球員執行係根本上對家係睇通晒你，而你冇辦法去執行到即係嗰件事咧咁樣嚇。好多球迷都稱蘇比文迪嚇，係嘅，佢真係今日踢得差嘅嚇，應該都係佢加盟以嚟踢得最差嗰一場。但係我見到有一啲自稱亞迷走出嚟啦，即係我諗佢等咗好耐㗎都，我都一早話咗買佢唔掂㗎啦，即係甚至乎我睇到有一個話，我真係開始掛住阿 Thomas Partey 咁樣嚇，即係呢一啲就真係輸打贏要嘅極致啦，即係我真係去到嚇。即係季初佢對嗰場係嗰場係對邊隊啊？唔記得咗添。森林係咪森林啊？入嗰球世界波，你唔講嚇？對維拉嗰場入3-1嗰球，第三球你唔講嚇？佢中場控制節奏轉守為攻，你唔講？Thomas Partey 踢咗5個球季，得上一季係幾乎全部健康嘅，你唔講？而家佢仲孭咗單官司添，你係咪好想即係上年其實你同佢阿仙奴同佢續約啦，而家續咗約，而家就冇得出㗎啦嚇，因為而家俾人拉咗啊嘛。咁你要講，哇！你嗱，即係要講嘅，我就會話覺得點解上一場對國米，你俾佢出正選冇問題，但係點解要佢踢足90分鐘啊？咁你落哥嗰日又係坐足90分鐘，咁想點啫？咁其實你買落哥翻嚟，你使嗰千零萬磅，你千零萬磅對於阿仙奴嚟講唔係錢嘅，即係好似我使10磅咁樣嘅就好似。咁但係你咁都係有個人啊嘛，咁點解你上一場對國米你要咁咧？嗱，呢啲全部都係馬後炮嚟嘅，即係我好強調一樣嘢。咁但係係咯，咁你係唔信嗰個球員，咁你點咧？咁樣咁，但係你而家基本上你扯到盡㗎啦，蘇比文迪咁樣。嗱，即係我重申就係我唔係輸一場波覺得世界末日啦，我唔係輸一場波就好似有一啲亞迷可能今日都係繼續咁樣衝晒出嚟，死啦，吔招啦，冇啦，即係今季玩完啦，又做亞軍奴啦咁樣。輸3場咧係可以攞冠軍㗎，冇問題嘅。阿仙奴2002年個球季都係輸3場㗎咋嚇。榜首仲有優勢㗎，仲有4分㗎。我哋個榜首係去到2月㗎，即係下一場 touch wood 啊，冇烏鴉口。下一場 touch wood 有咩差池，我哋都仲係榜首㗎咁樣嚇。但係呢一場波嘅教訓就係、你去睇到啲球員喺心理上邊係完全未預備好，預備得好差。呢個亦都係阿仙奴近呢幾年一種好揮之不去嗰個心魔。咁點樣喺嚟緊嗰15場聯賽克服呢樣嘢咧？咁其實就會好決定到究竟阿仙奴今季喺各項賽事行得幾遠，呢個係相當之關鍵。睇下今日星期日啦，其他賽果啦，咁維拉又贏啦，咁步步進逼啦，咁另外車仔又贏啦，咁森林又贏啦，咁阿仙奴就輸波啦咁樣。
睇翻呢個積分榜啦，咁阿仙奴繼續係榜首嘅50分，咁3場波就失咗7分啦，已經總共係咪7分啊？1、2、3、4、5、6、7，係啦7分。個容錯率咧係接近極限㗎啦，已經嚇呢而家咁嘅情況下，5和即係你睇佢即係贏唔到波嗰啲啦，5和3負接近極限㗎啦嚇，即係呢個係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曼聯哇咁勁啦嚇，即係已經連續2場硬仗都俾佢攞晒6分，跟住咧上到去第4位啊！話即係我都話曼聯係下半季嘅黑馬嚟㗎嚇，你唔好講少，雖然而家你同阿仙奴爭12分啫，咁但係仲有15場喎，即係咩事都可以發生㗎，係咪啊？好啦，咁輸咗就忘記佢啦。咁我覺得係所謂忘記係忘記嗰一個嘅賽果啦嚇，但係你唔好忘記今日係點樣輸啦嚇。你最緊要記住今日係點樣輸，你避免去重蹈覆轍，避免去再去重犯一啲你今場去即係犯過嘅一啲錯誤。咁呢個就係喺即係錯誤當中吸取教訓啦。做人都係一樣嘅啫嘛，踢波都係一樣噶嘛。知恥近乎勇嘅時候。咁輸咗就輸咗啦，冇辦法㗎，你改變唔到嗰樣嘢。咁但係未來嘅嘢你可以去掌握得到嘛。星期三晚咁，我覺得係好嘅嗰場波嚇，有一場俾阿仙奴可以調整得到啊。歐聯嘅 League Phase 最後一場第8場就會對住咧坐10幾個鐘頭飛機嚟哈薩克嘅卡拉達，咁而家佢哋排喺榜尾嘅，咁主將們好好休息啦，希望咁對住呢一隊嘅魚腩部隊咁當係即係預賽於操啦，咁可以調整下軍心啦。咁當然嗰個再下嗰個目標咧就係、星期六嚟緊星期六今個月尾31號就對呢一個嘅列斯聯要北上作客艾蘭路啦，咁希望可以重整軍心啦，咁亞迷可以失望，但係不能夠絕望唔好失去盼望嚟緊繼續支持球隊，喺球隊低谷嘅時候咧，咁希望佢哋可以咧好快去重回正軌啦。好啦，今日嘅衝場嚟到呢一度啦，咁各方球迷都可以入嚟亞迷入嚟好下波桑啦，咁其他球迷咧都可以留言講下呢場波嘅睇法嘅，或者覺得阿仙奴抵死咁你死梗啦！你呢個今個球季咁樣你都可以留言講低嘅。今集講到呢度啦，麻煩大家要留言啦，要 share 我條片啦，同埋訂閱衝場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啦。好長氣31分鐘拜拜。